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3日公司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来看台北市长郭文地昨出席行政议会，伊要求针对美国猪肉，中央爱做到源头管理，清楚标示2个原则。行政院发言人丁一鸣伫会后记者会嘛讲，今年台北市牛肉面节冠军的店家，其实就是使用有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牛肉。这发言嘛，互业者甲台北市政府真不满。台北市长郭文地12早起伫行政议会，以内都议题向议长提案，要求中央做到源头管理，明白标示2个原则，也个提出修正残留用准量单位建立追溯管理系统等4项建议。很平顺啊，苏院长也说，那既然这个柯市长他是一个专业意见嘛，那就请卫福部跟农委会参酌嘛。不过行政院的会后记者会，发言人丁一鸣所讲。今年台北市牛肉面节的冠军，应该就是有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牛肉。那证明只要符合联合国的标准，安全就不会有问题。那如果莱克多巴胺有问题我相信台北市也不会由副市长亲自去颁奖。互人点名的牛肉面业者赶紧提出测试报告自清。对此，丁一鸣伫尾暗代表行政院向业者道歉。要凸显马政府自2012年以来开放美国牛肉进口以后。国人使用美国牛肉、牛排都已经是日常生活，造成业者的困扰，我还是要深感抱歉。另外，高雄市议会因为国民党议员的人数较多，三读通过食安自治条例，要求所有伫咧高雄市卖肉品、三肉精爱零验出，是全国第一的。高雄市长陈其迈希望中央做统一的解释。一国多制恐怕在法令的施行以及法律的适用上会衍生争议，所以我们是希望说中央能够做法令的统一解释。卫福部长陈时中讲，自治条例目前禁止美猪的内脂含量无违背现行法规，如果若是美牛禁止内脂，就违背现行法规。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发言人丁一鸣昨伫记者会讲到，台北市牛肉面节冠军的店家就是使用有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牛肉。丁一鸣昨暗若出面会室内，佮专工去交关100碗的牛肉面。昨暗包括台北市的副市长黄珊珊，佮前新北市长朱立伦，嘛拢去食面来表示支持。我们今天好同事都一起来吃面。对行政院发言人丁一鸣讲，台北市牛肉面节冠军业者用莱克多巴胺牛肉。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12暗亲自到店内食面听业者，伊讲任何的公共政策会当从各种角度来讨论，不过不应该用国家的力量伤害一般业者。只要它没有残留量，它就是安全的牛肉，而不是它是曾经用过莱克多巴胺，所以它就是莱牛。台湾人都知道为什么要开放。但是就是请你好好源头管理、清牌标示，这有这么难吗？你为了不要源头管理、清楚标示，要做这么多的动作，我实在是不懂。丁一鸣事后赶紧到店内会室里，当时也买39000块的牛肉面，伫 FB 也会室里。前新北市长朱立伦也到业者伫棒球的店食面，伊也点名行政院长苏贞昌是前台北县长，应该爱会室里。来波及来修理这个民间的店家，所以大家这次绝对不是反美猪，也不是反美国，大家是为了食安健康，是反瘦肉精。这一点，我觉得行政院不要把它搞混。另外的政治人物失言和南北定兄拢找到机会，伫咧美猪美牛议题另外开战场，也意外替台北牛肉面节做行销。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针对世界卫生组织面册红色出现有台湾英文字的回应 ，WHO 昨嘛表示，为了管理，应该是有使用过滤器来管制，也毋过目前已经重新开放，有台湾甲切纳英文字出现的回应，未搁互主动咯。世界卫生组织针对 FB 把封锁台湾等地解释讲，伫世界卫生大会期间，该组织面临网友针对台湾甲 China 等地被封锁，所互网络攻击。该组织的社媒小组会使用过滤器，这是一个实际措施，并无代表激烈判断或者是社会任何政策。目的是要互社会网页使用者袂互大量的留言干扰，维持资讯加对话通讯。
争议的起源是世界卫生大会复会期间，台湾无受邀请，网友发现伫 WHO FB 直播影片无法度发表英文标语“台湾 can help”， 只要有关台湾的字拢送袂出去，网友就发挥创意，以日历符号或者是中文留言挺台湾。对这种情形，外交部讲会提出抗议，感到非常的不满和遗憾。那我们也向世界卫生组织提出我们的抗议。受到试看卖的 WHO 直播影片结束了，才能正常留台湾等相关文字。WHO 对台湾相关的言论审查唔拿呢。即便咱国几位友邦伫咧大会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不过包括帛琉加史瓦蒂尼，唔是有录的影片被切断，就是发言讲到一半时阵被拍断。议庭第3天，咱友邦海地发言最后感谢台湾提供协助，呼吁和台湾加入 WHO 活动。主席也讲，卖脱离议题。我们感谢帮助我们的国家，也包括台湾。我们和世界其他国家一起呢，要请求台湾能够积极的参加世卫组织的技术活动。台湾呢有2400万人口。好的，谢谢。好，我要提醒海地和其他的国家，发言的时候呢，一定要切题。第3天的会议已经有美国、日本、尼加拉瓜加帛琉等13个国家加友邦发言挺台湾，要求和台湾积极参加世卫活动。记者综合报道。台湾东洋公司代理武汉肺炎的疫苗破局，因为当初消息公布股票大起，嘛引起有内线交易的批评。昨下晡，董事长林全甲所有一级主管出面解说，嘛讲会接受调查。金管会嘛强调讲会查核清楚，赶紧来公布结果。我个人绝对不会做类型交易，欢迎来查。台湾当由10月12日宣布摕到 BNT 疫苗在台代理有条件授权书，啊，毋过无到1个月，台湾当由伫咧11月3宣布甲 BNT 的代理结束，引起外界质疑涉嫌内线交易的声音。董事长林全昨日下晡传领一级主管亲身出面，表示各界质疑讲无摕到直接授权，甲用内线交易插股，这寡讲法拢毋是事实。在我个人来看，最可疑的就是我们宣布发布中心那一天。交易量虽然是2000多张，看起来不大，但是因为跟以前比，大了非常多。公司除了少数几个干部知道之外，外面人知道也不少。但是我们有调查权呐，所以这个事情呢，只有请贵买跟检方去调查。林全表示，11月3发布停止代理 BNT 疫苗，主要是因为洽谈的过程当中，绩效甲数量的侦查无法度来进行，而且甲 BNT 之间的有条件授权，前提是要有一定的量，而且要摕到独家授权，必须要先付签约金，以付汇款。但是因为政府无答应，也是书面保证，无法度承担遐尼大的风险，是规个过程当中无法度进行落去的主要原因。而且强调讲，当又是正牌经营的公司，绝对袂来冒出这种欺骗股民的代志。来看这段期间，当油的股价到9月底收盘计数66.5块，冲到10月12的69.5块。发布代理疫苗动态信息了后，10月13的收盘价是冲到76.4块，则是15收盘个冲到84块。11月3宣布代理结束，这是股价的跳空落停，12的收盘计数就已经到70.6块。在上个礼拜，那柜买中心就已经启动，开始进行相关的查核，包括东洋公司重大讯息的发布是否符合相关法的规定，以及它相关期间那个交易面有没有异常。金管会强调讲，平常时对上市贵公司拢有一定的监理机制，目前正在积极查核当中，而且柜买中心赶紧公布查核的结果。记者综合报道。刷来关心天气哦，受到风台外围水气佮东北风影响，今仔东半部佮大台北山区会落较大阵的雨。来看上新的温度，中度风台反到进入南海哦，因为伊的外围水气拄着东北季风，会为台湾带来水气。今仔各地拢是侪云会落雨的天气，尤其是东半部佮大台北山区会落较大阵的雨。一向拢好天气的中南部卖落雨，到明仔载拢是湿湿冷冷的天气哦。礼拜日天气会较好，后礼拜受到高压甲偏南风的影响，天气会较稳定，卖较热。
再来看经济部的科学灾害应变中心11宣布讲，对桃园、新竹、苗栗、台中、佮嘉义、台南要开始减少青霉、减少水害的措施哦。也毋过，明年早冬的稻啊，敢会停止引产呢？目前是佮还未决定。收切仔的车伫田内底开始要来收日期种植的切仔，早冬黄仔需要用的切种，农民嘛要开始准备，只是因搁咧等。等科学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宣布，明年早冬是毋是要来停管？早宣布阮切种就收较少啊。嘿。卖采种嘛是上款拢爱收转来。嘉义县黄仔一季的栽培量大约有900多万张的黄盘，如果早冬确定要来停管，黄仔的数量就要来减少，到时阵嘛一定会影响到早冬切仔的收成。转来你也无水通迄落吼，无水通布吼，遐切种拢卖伫市面啊。卖市面就了钱啊，迄100斤拢了只200块左右。科学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伫11号的会议决定，嘉义甲台南地区11月18号开始，水情顶河改做减压供水的黄顶。台湾自来水公司地国区管理处表示，减压了后会伫地势较悬或者是水压较细的所在提供水车甲供水站。那目前嘉义县市的一个每天的用水量大概有30.5万吨哦，进入所谓的黄灯，水情就会转到黄灯，那就会做一些这个夜间减压的这个动作，那主要就是来做这个看看啦。因为可防的情况，虽然民生用水要来减压，但是农民搁较烦恼，明年早冬的切仔敢有法度来补？黄仔12月初就要来准备啊！希望政府最后的决定会用赶紧出来，莫互因唔知影续来要安怎做。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朝观众朋友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台北市立新国小伫顶个月，因为营养午餐的厂商无注意甲打色剂倒入去煮食，有学生食甲歹腹肚。学校嘛向家长说明讲，强调后摆拢会要求老师先试过菜，才互学生食。也毋过台北市教育局是表示老师无这义务来帮忙试菜。再来看联合报，政府按说要来处理个人成立投资公司炒房避税的行为哦。财政部是指出，有投资客透过成立投资公司随买随卖，利用公司买卖唔免扣上悬45%的税来避税，国税局卖来调查。再来看《澎哥日报》，新地一名姓林的代理老师，长期拢是以1年1聘的方式来教册。2018年伫歇落了，因为担生囝无法度上班，劳保局煞拒绝学校帮伊办理劳保，伊提起诉讼，台北地方法院撤销劳保局的拒保处分，判这个老师会使加保。再来看，咱国内有一名28岁查某人，伫生产了注流感疫苗，不过因为急性的心肌炎状况无解好，伫病院等待换心脏，家属是怀疑甲注疫苗有关系。指挥中心目前正在调查。另外，新冠肺炎的疫情部分，国内暂时新增加5例境外移入，拢是印尼查某的移工。国内新冠肺炎，阁新增加5例境外移入的病例，拢是印尼籍来台湾做工课20岁至30多岁女性移工。5月个案10月底坐飞机来台湾，入境了后去集中检疫所来检疫，11月初查检疫期满进行采检，后来才确诊。特别注意的是，第590例伫咧检疫期间捌出现小可发烧的症状，毋过家己食药啊，并无向检疫人员来通报，一直到采检阳性才承认公布老实。其他4个人是无症状。针对这件代志，也将指挥中心会请卫生局调查了后依法处罚。居家检疫期间没有诚实申报这个发烧症状所以会依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第58条，就是裁罚10到100万。另外，个传出像有主流感疫苗不良反应的通报，有一个28岁妇人人9月初生产，产后1个月伫医师的建议之下来主流感疫苗，想不到几啊天了后，得到并不性的心肌炎，引起多中器官衰竭，当地病院等待换心。家属怀疑讲甲注疫苗有关系，针对这个代志，有医师认为讲心肌炎大部分甲病毒感染有关系。会不会是因为就是刚好感冒，然后感染到流感病毒，刚好又有施打这个流感疫苗，造成的这个时序性是刚好连接起来，所以造成所谓的流感心肌炎，可能是跟流感疫苗有关，这个还是一个疑问。指挥中心强调讲，个案家属已经申报预防注射受害救济，地方卫生局嘛协助调病例，病院嘛接受检验，这部分的交予独立的预防注射受害救济审议委员会来进行调查。记者综合报道。
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疫情嘅滚价，全球嘅病例数已经超过5200万例，死亡嘅人数有129万人。来看上新嘅统计，台湾昨新增加5例，目前是589例；中国嘅病例有86000例，香港有5400多例，日本嘛超过11万例。目前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和巴西。美国已经超过1000万例，印度嘛超过868万例，巴西是超过574万例。另外，伫欧洲方面咯，西班牙超过148万例，法国嘛超过191万例，英国嘛已经超过120万例。再来看武汉肺炎，伫真侪国家嘛是会继续传。美国新增加114万3000例哦，是有史以来一天增加上侪病例记录。目前嘛已经超过24万人死亡。英国是欧洲第一个死亡人数超过5万人的国家。国际疫情加倍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全球有超过5200万例，128万外人过身。美国依然是世界第一大疫区，11一天就增加将近14万3000例确诊，不止各创单日新高，也是连续第9天单日确诊超过10万例。疫情爆发到即马，已经夺走美国超过24万人的性命。CNN 引用完全病毒疾病对踪计划资料显示，美国染疫单日人数也伫10月创新高，有65000外人，排名第2是前一天70的61000外人。虽然伫英格兰地区封城4礼拜，英国全国过身的人数依然伫11超过5万人，是欧洲第一个，也是全球第5个超过5万人死亡的国家。首相强生表示，每一件死亡拢是悲剧，虽疫苗真紧有机会出现，不过依然无渡过难关。Habrá controles aleatorios de determinados países, pero a toda persona que provenga de un país de riesgo se le encontrará con métodos electrónicos que tiene la documentación requerida para entrar a nuestro país. 西班牙死亡人数11也超过4万人，成做欧洲第4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死亡率伫欧洲排名第2，排伫比利时后面。卫生部长宣布，自3开始为高风险国家入境旅客，要结合72小时内 PCR 检测报告阴性证明，高风险地区定期以后面资料为准。伊朗11新增加462人死亡，共款创单日新高，总共确诊是71万5000多例，3万9000多人死亡。当局下令7月开始，大都市非必要店家暗时6点进前爱关门，为期1个月。另外，瑞典当局11宣布禁止酒吧、餐厅甲夜店暗时10点以后继续提供酒类饮料，因应最近一直创新高的病例数。匈牙利政府也祭出目前为止上严格防疫措施，店家要伫暗时7点停止营业，餐厅甲人做外送服务，高中大厦转为视线上课、家庭聚会10人上限，暗时8点到透早5点宵禁。波斯尼亚共款也伫暗时11点到透早5点宵禁，只有特殊温存证件的人只能伫这时间出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总统动森林拜登昨发布头7项的人事令，拜登是指派伊担任副总统时阵的幕僚长瓜连温出任白宫的幕僚长。拜登嘛已经甲日本、韩国、佮澳洲等国家的领袖通过电话了。11月11日是美国的天皇军人纪念日，总统动森林拜登协同家奥吉尔前往宾州会城的罕见参战军人纪念碑献花致敬。迄天其他的时间，拜登全部用伫甲伊的交接小组进行关门会议。拜登宣布生产以来第一项人事任命案，指派为1980年代起辅助伊国党的亲密幕僚瓜连温出任白宫幕僚长的职务。2000年到2011年，瓜连温是拜登的副总统幕僚长。2014年伊波拉病毒爆发时，伊是奥巴马政府专权处理伊波拉事务的白宫官员。即马是关注新冠疫情的应对工作，处理疫情正是拜登入主白宫的第一要务。拜登答应将筹组一个上多元的内阁。伊党内竞争对手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已经对媒体承认有意接入劳工部长的职位。马州参议员华伦是县长的竞选。德拉瓦州参议员克里斯康斯是国务卿的竞选。伫外交方面，拜登继续甲联邦领袖通电话工作。日本、南韩、澳大利亚、苏澳拢对外说明双方讲话内容。日米同盟の強化、またインド太平洋地域の平和と安定に向けて協力をしていくことを
楽しみにしていく旨の発言がありました。 바이든 당선인은 한국이 인도 태평양 지역의 안보와 번영에 있어 핵심 축이라고 하면서 한국에 대한 방위 공약을 확고히 유지하고 북핵 문제 해결을 위해 긴밀히 협력해 나가겠다고 했습니다. 澳边外交部长普雷尔在伫布鲁塞尔澳洲会议代表27个成员国，向拜登甲贺锦丽的胜选表达祝福，祝愿美国的总统政权交接之路未经过波折，并且希望美澳未来的关系会比川普时代较好。另外一方面，因为奥巴马政府时期对英国脱欧持反对的立场，脱欧派的英国首相强生甲拜登的关系，自然变成媒体关注的焦点。英国金融时报在发自华府的报道指出，过去8月强生是川普分析的拜登，选后甲强生通电话时阵警告强生，唔通互脱欧迫害北爱尔兰和平进程，种种现象显示选后的美英特殊关系将变得较复杂。记者综合报道。11月11日是欧美国家纪念伫战争中死亡将士的节日。美国现任总统川普伫选举后头一个公开的行程，就是到维吉尼亚州的阿灵顿国家公墓，向过往的美军献花。现场除了清这海军方人员以外，美国总统川普是唯一行军礼文官。甲川普斗阵参加仪式的，除了第一夫人梅兰妮亚，也有副总统潘斯昂姆、天空军人事务部长威尔奇等人。11月11日是第一摆世界大战的停战纪念日，大部分欧洲国家叫做停战日，但英国协是叫做国殞日。川普等人伫现场并无发表任何讲话，仪式结束马上离开。不过，各方关注的议员是大选了后，各地真侪投开票的证据。被看作是关键选区之一的乔治亚州，目前数字显示，民主党提名拜登领先差不多是14000多票。With the margin being so close, it will require a full by-hand recount in each county. My office will continue to investigate each and every instance of illegal voting, double voting, felon voting, people voting out of state. If you report it, we will investigate it. Every legal vote will count. 川普阵营律师团除了计划乔治亚州出现大量投予川普的票被算成投予拜登，也伫密西根州甲宾州提起诉讼。除了选票误算，共和党监票人员被选票人员挡伫外口，也有好亲像是假选票，选举人资格无符合。宾州大量用假选票是毋是过期等等。主流媒体目前依然依照拜登得到290张选举人票，认定这摆总统大选结果。不过，川普阵营主张媒体判断拜登得胜的密西根、亚利桑那、威斯康星甲宾州，也有目前拜登小可领先的乔治亚，拢有选举作弊嫌疑。这州加起来的选举人票有73张。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香港有4位民主派议员去予中国人大撤销议员的资格。昨下晡有15位民主派议员做伙辞职表达抗议。美国白宫的国安顾问甲咱的陆委会嘛拢批评，中国承诺的一国两制拢是白贼话。香港民主党派议员林道定12日早起伫立法会大楼3楼的栏杆挂大型的白布条，写讲林地赴港用民抗议林地越国滥使用职权，违反香港基本法甲一国两制原则，不满中国人大常委会伫11日指控反民主派议员宣传港独，宣布撤销4个反民主派议员的资格。你要 DQ 個民選議員，根據基本法係有一定嘅程序，唔係你行政機關話 DQ 就 DQ 嘅極其荒謬嘅做法，表示最強烈嘅抗議。其他15位民主派議員嘛宣布做會總辭，下晡2點小日所有反民主派議員出現伫立法會來提交辭職批，不過每一個人辭職的生效日無同，其中7個反民主派議員定伫12月初1辭職生效。若是去互撤銷的議員，敢是永遠無法度登去議會。香港基本法副主任湯惠珠表示，因會當提出司法覆核的權利，不過袂當登去議會，可能性是正懸。真濟港區全國人大代表下晡是召開記者會，表示支持人大常委會決定。因為我哋現有嘅法律裏邊冇一條係可以 DQ 一個現任嘅情況，你係冇一個司法管轄權咧去司法覆核一個人大決定嘅。
各大办法嘅人朱鸿仁是强调讲，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根据宪法、香港基本法嘅规定做出这个决定，坚持完善一国两制体系。针对这个代志，美国白宫国安顾问欧布莱尔嘛发声明声援香港反民主派机关，批评一国两制是中共伫咧香港扩张一党独裁的手段。美国继续动用任何权力制裁消灭香港自由的人。北京一再扼杀香港的言论自由，胁迫香港立法会成为一言堂，再印证其一国两制的真面目，就是褪去羊皮的恶狼，并显示中共的承诺本质就是谎言。陆委会是批评中共北京剥削香港言论自由，中共对付香港的甲世界的人讲，甲中国参详，干奈互因软土深骨，无法度换来和平稳定。记者综合报道。今仔国际上阁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踮台湾来看世界。美国总统川普指控选举作弊，美国联邦甲地方选务官员今仔发表一份联合声明，强调讲，目前并无任何选举作弊证据。美国总统川普对中国又搁出招，今仔签署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人投资中国军方背景的企业，伫选举了继续互北京压力。再来看泰国甲咱国法务部调查局合作，伫泰国北柳府的一个仓库，查到1650公斤的 K 他命哦，市面上的价值差不多28亿，这嘛是泰国有史以来查到毒品数量上济的一届。为着要加速国内武汉肺炎疫苗的研发哦，指挥中心伫11公布疫苗临床测试的平台，希望伫11月底会使收2万个人。上白中讲一天内底哦，就有1万人去登记。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哦讲，伊嘛愿意参加。才打开放一天，新冠肺炎疫苗的临床试验意向登记平台就已经超过1万人来登记。主管要来做新冠肺炎的疫苗受试者，卫福部长陈时中嘛讲，有意愿要带头来带大家参加。我也很乐意。那不过这里面我请法规稍微好了解一下，因为我毕竟我是人体试验计划的一个主管单位，好，那是里面有牵涉到一些限制性的规定。为着加速国内新冠肺炎疫苗的研发，政府相关机关建立受试者的登记平台，希望在11月底进前会当招到2万人。我们是在12月底开始进行这次的2期临床试验，那么预计在3个月之内收足这个受试者。目前国内研发新冠肺炎疫苗的国光、高端甲联亚拢进入第1期的临床试验，上届年底进入第2期，是后续嘛定出紧急授权的条件。甲第2期临床试验的时间人数，都过去正100人增加到3000人，再加上500名的对照组，要来进行追踪。第2期只要做到实验组加上对照组3500个以上，我们看它的安全性跟有效性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会用紧急核准授权的方式先让它上市。伫咧新药还是疫苗就治进前，要进行严格临床试验。第1期确认新药无重大安全问题，查清楚敢是当达到目标器官还是组织。第2期要了解治疗的有效性，第3期要确认安全性、有效性，该了解副作用甲有效注射的剂量等等。如果说他正好在受试前有呼吸道症状，这个一定会被排除。如果说我们的身体状况是处在免疫力比较低的情况之下，那他们的免疫机转不是那么好，产生的抗体数不足，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统计。是后数指出，新冠肺炎疫苗的临床受试者以20岁以上为主，而且嘛提起登记参加，无代表讲就一定会正做受试者。除了民众参加的决定权以外，其他像讲有心的人、慢性病患者、有咧做化疗等等的民众，拢无适合参加。记者综合报道。喙癌上更因实施了哦，又个传出有喙癌国家队出问题，中华一间合作健康天使的公司，无经过政府的同意，就偷开生产线来制作违法的喙癌，数量有1400多万块哦，赚的乌生钱嘛要到1000万。喙癌工厂生产线全面停工，检调人员进入厂房稽查，因为喙癌国家队健康天使公司互人检举，无出示许可证2号的二厂生产线，私自生产医疗喙癌。有，这里本来有 MD 啊，我看到了，私人机器不能用双钢。
检方表示，健康天使喙暗一厂的产线有医疗器材许可证，会当合法制造医疗喙暗内卖。不过，扩建的二厂还未出示许可证，却已经开始制作生产。自9月到今，生产数量达到1033万片，再加上现场查获381万外片，总计违法生产1400多万片。因为核准地点是在1厂的部分可以生产，那2厂的部分是未经核准的产线，所以从这个双印模的这个制造的日表清算出来，交给国家队的口罩是400多万片。检方指出，业者违法产线生产的喙暗，其中有461万片交予政府做签名制喙暗。业者出面回息咧，诚真错误，表示国外疫情严重，订单赶不赴，才会伫二厂的产线还未出示许可证的情形之下，就香港上线。那在9月底我们就生产，因为真的是等不及。那这个部分是我们的错，我们也严正的道歉。有 MD 钢印的都在2厂的生产，所以在2厂9月底以后生产的完全没有疑虑，就是退换货。业者强调，二厂产线已经停工，若果民众对喙暗有疑虑，也会配合民众退换货。检方表示，业者违法生产的喙暗，1个月来获利至少1000万。专案以违反药事法侦办中，负责人泄露查甫人目前以80万交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好消息，中油宣布讲，伫非洲的查德成功挖到石油，12月份会甲第一批原油再返来台湾。中油表示未来台湾就唔免烦恼无油通用咯。中油95年开始伫咧查德探勘，总算传出好消息。经济部委员会证实，中油已经伫咧查德油厂挖到石油，12月初会甲对当地开发油井开采第一批油运到返来。中油表示，虽然成本真悬，不过伫咧查德有重大进步，是中油海外开发的一个路展比，算是台湾有能力甲油运到返来。我们去经过将近15年的努力获得的成果，它的油呢，我们可以运回来为我们自己所用，这是我们的一个到海外探勘的一个公司的原始的发想。中油表示，因为查德是非洲内陆国家，要伫当地开采石油，需要真侪前置作业甲基础建设。这个开采油田伫咧查德南部，需要经过隔壁国科迈隆才会当到港口。台湾伫咧前置作业顶悬是用真侪拍拼，嘛因为过去捌甲查德有邦交，才会当争取到油田的经营人。这嘛是中油头一届以经营人的身份伫咧海外探勘。要到处还有1000多公里，所以它要布建一些基础设施很花时间，所以一直到今年年初，它才开始正式的生产。经济部委员会表示，这是台湾头一摆伫咧海外开采到石油，中油甲油运到返来。上点讲，若是目前供油商无提供油，中油嘛有能力会当运油返来。目前伫查德控区，中油35派经营权以经营人的身份，会当主导25年生产期，到期会当搁延25年。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的大巨蛋今年8月份复工，市长郭文德是想要伫伊任期内底完工哦。也毋过阮向是真不满台北市都审会决议，认为商场、电影面积拢爱缩小哦，所以要求市政府爱赔2亿外。郭文德是表示哦，毋是阮向想要安怎就会使安怎，相关的问题会伫协调委员会内底来讨论。大巨蛋天港5年今年8月复工，台北市长郭文德佮拼要伫任期内完工，毋过市府甲阮向的零营运权利金前期无解决，佮传出阮向不满去年台北市都审委员会决议，商场栋、影城栋甲地面空间摕503.09平方公尺，已经向市府求偿2.19亿。市官批评郭市府伫阮向眼中就是软者，这份软土深骨。浪费了5年的时间，白走了一招，公安部分让步，现在远雄还找得到理由，他没有办法这个按时完工，还找到理由让台北市政府还要再赔钱给他，我觉得这真的太好笑了。阮向正是因为时间环境变更，市府要求原本的计划书内容已经无符合现状，台北市府规划将赔偿金换回 BOT 经营时间，互阮向增加35天营运期。阮向表示爱国协商，只要是跟这个投资执行计划书不符的地方，不管是面积或者是在有变更，可能本来就是双方都可以主张自己的权益啦。毕竟它是用零工期的方式，我记得是用现金的方式嘛。远雄如果要来进行这个球场的话，其实是要进到协商委员会里面来做协调。
国文体表示，毋是阮向想要安怎就安怎，相关问题爱伫协调委员会讨论。台北市府强调，提空间受公安考虑，拢是依法要求，会搁甲阮向协商。记者综合报道。台电屏东区营业处最近申请一寡施工的人员，有超过3成拢是硕士生，其中阁有一位女性的工程师刘一辉，伊甲查甫同事同齐爬电火条、牵电线，技术是真好，互众人拢真学乐。检查安全带，安全带好。大声喊口号检查安全设备，这是台电的训练人员爬电好跳。不过，这位脚手美丽的人员，若无讲你唔知，伊是新进的查某工程师刘依辉，各项技术认可不多。因为这里面我们都是男女平等对待啊，就像我们在高训一样，男生做的事情我们一样要做到就对了，不会因为你是女生，所以你的要求就比较低，都一样。我是蛮佩服他们的，对啊，因为就是工作都跟我们没有差别，对啊，都是需要在那个太阳底下，然后还要爬这些电线杆，然后又拉很重的装备，他们也都要参加乙级的考试测验。台电表示，破电外线技术员无分查甫查某，负责同款式。虽然做这道的女性较少，但是工课成绩、心思手路，甚至表现了比查甫好。女性从事这个配电外线她不但不会比男生差，而且还更胜于男性。她做起事来更细心所以我们很放心这样子现代社会继续进步，各项工课无分性别拢会当做，只要有心，男女拢会当拼出家己的一片天。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台南市的关电国小学生伫学校种草莓，互因来体会做事人的辛苦甲修行的快乐。一粒一粒红拍拍的草莓，酸甜啊酸甜，是真侪囡仔真爱食的果子之一。台南市的关电国小，就互学生囡仔家己来种草莓，体会农民的用心甲辛苦。挖深一点，让草莓种下去之后再埋起来。它会有一根比较长，所以那一端要靠近土的边边，它才会往旁边长出来，生出来的草莓才不会占用到土，才不会长。关电国小这几年在推动实农教育，若是互囡仔参与种植甲采收关电真出名的菱角，后来也争取到温室，互囡仔种果仔泥甲草莓，增加无同款的做事经验。然后就从上面直接拿出来，只要吹动你就很好拿出来。那拿出来以后你。除了找农业专家来教学生种植，学校阁会互6年的学生来教幼儿园的囡仔安怎照顾作物。希望这学生若是干那学习尔，是真正吸收了后，嘛真做会当运用教人这寡农业知识的人。6年级你要毕业喽，这是你种的哦。6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要把种草莓的技术要交给我们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看着他们的草莓慢慢的长大。俗语讲，一粒米百粒汗，任何事物拢是侪农民的心血结晶。真侪学校即马拢咧发展实农教育，希望互囡仔会当了解这个道理，珍惜食物，促进因思考对环境的保育。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有几啊间电商业者趁在双十一的时阵，甲册介绍拍价6折，是有史以来上佳。有一寡出版社认为并无合理，就要甲这个业者来合作。这个出版社是讲市场若是互因拍歹咯，虽然伫短时间内底会使甲量冲出来，也毋过后摆册愈歹卖。双十一折扣战也收到被册通路电商博客来限时66折，某某购物网也对咧做，引起独立出版社碰七文化先宣布，要对某某设计异议登记，邀40间独立册店全联共同休困抗议。某某是回应活动毋是常态化，双十一结束了后，就会回归一般优惠。上早以79折起价的博客来也表示，66折只有伫限时4点钟活动已经结束。他现在可以这样辩解，但是问题是我们所担心的，我们并不是只抗议这一次，我们着眼的就是未来。今年居然玩到书的头上来，我是觉得说这个有一点太过，因为书并不是一般的商品。对电商平台回应，独立册店是唔加乐观，因为79折的下价竞争，长年以来已经互册商压力真大，都惊价效果低落去，未来实体店面不只是无利润，还阁倒贴。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台中有民众使用网络银行所发现口罩内底有26万块，互人转走。警方怀疑讲应该是骇客入侵哦。经管会嘛表示会来要求银行爱加强安全机制。手机登录行动版网络银行，省去走银行的麻烦。不过台中一位工小姐使用网络银行却无查销习惯，最近想要确定一笔钱敢有入去，不过一查才发现被盗领26万。转出的话，就是第一笔就是2万块，然后再来是10月30号被转出了3万1，当下我完全都没有收到任何通知。已经提供相关证据、一些账户资料供警方侦办，警方目前正全力追查中。江小姐赶紧报案，表示家己是用面也是指纹辨识登入网络银行。以往入销网银拢会信息通知，不过这摆却点做做，才发现网银被盗领。警方推测，女子有看中国影音平台习惯，可能被害的处理小号密码。要确认说，他是不是到底是在哪一个部分，他的账密被人家拿走了，才会产生这样子被盗转。金管会银行局指出，除了2000过程敢是有小号风偷用，也要求银行加强安全机制。山西专家表示，各间网络银行登录方式无同，被害人有可能在还未定出情况之下，互有心人偷领。指令密码去执行的时候，你会知道这个动作，可是指纹、脸部有时候你扫的时候，它就登录进去了，你可能不晓得登录进去状态下又忘记登出。这个账户就有存在非常大的风险。山西专家建议，除了卖点伫不明连接手机网银，也爱定换密码，避免购置外流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根据预测塑胶产品的生产甲使用，伫未来10年内底会阁成长40%。有国际 NGO 团体就认为，敢若是做回收减量，嘛无法度来解决海洋塑胶本色的问题。目前国际上有一寡公司希望会使对源头来拍拼，咱嘛做伙来了解。伫伦敦，家己若无炸杯仔，嘛是共款会当做环保。杯仔俱乐部团队甲咖啡厅的业者合作，推出中好使用的炸断去的咖啡杯仔，而且伫市区各地来设回收的桶仔，消费者啉了，敢若需要放断去，再有专门的人收断去洗。每一个杯仔估计会当使用132届，成功减少一届上杯仔的使用量。Ambition is to develop up a system for returnables that eliminates single use, and we wanted to start essentially in this space. Currently, we know that only 1% of the global cups that we manufacture are indeed recycled. 表示伫咧推动中好使用方式来减塑胶，还有美国的 Loop 企业，因甲业者合作推出更较有设计感，而且会当中好使用的包装，并将伫咧网络顶就会当直接收到白铁仔做的容器来代替塑胶管仔的产品。用了这个回收管仔，就甲过去大家电牛奶公司甲管仔收倒转去，中好使用的概念同款。As a consumer, please try to exercise responsible consumption, because if you buy a product that's not sustainable, guess what happens?Another non-sustainable product will come on the shelf tomorrow, and tomorrow, again and again. 联合和平10日举办论坛，邀请各国业者甲团体分享要安怎发展包装容器中好使用的商业模式，而且认为讲国内因为企业品牌中好使用的方式甲新兴物流系统的合作无够，低速存款组织的市场一直无法度扩大。记者综合报道。彻查甲一定就是破坏生态的，林务局新地林区管理处嘛讲种树有当时嘛应该撤掉小体换，民众若会使尽量使用台湾出产的茶，嘛算是保护台湾树林的生态。这一丛搁一丛的茶树，拢是珍贵的木材来源。台湾有超过60%的地皮拢是森林，使用在地国产茶设计制作的家具用品，若适应在地天时，其实嘛是对台湾森林生态保护的支持。对于林木的这一块产业，它必须要有其开发，但是大家对于林木这个印象，大家还是停留在30年前，也就是伐木就是在破坏生态的概念。其实时空背景的一个转换之下，这个观念我们需要去改变。在台湾，运用我们自己国家生产的木材，那运用在我们自己生活的周遭，让我们的国人能够体会到我们国产木材其实它有非常非常多元的生态功能之外，还有多元利用的一个这个方式。林务局提醒民众，国产木材辨识标章就是台湾木材身份证。
国产木材减少化学药剂，丰富加工，使用起来通好更加安心。对于我们国产的所谓的森林经营产业上面的一个链接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我们也呼吁我们的民众在市场上面，如果要去购买相关的这个木材的林产品的话，要认明台湾木材标章。台湾也有能力自产自销我们自己的木材，所以森林被利用这件事情可以更健康，而且可以成为绿色经济循环的一部分。林务局即阵当喺新德市将军村举办国产木材展览，除了家具甲日用品，现场还有即座小型的烘拿，民众会当举机啊来体验检查到底有偌辛苦。记者赵君豪新竹报道。要带观众朋友来看高雄的国中国中有一位吴志宏老师，伊对这学期开始用台语来教国中3年的地球科学。吴老师调查家长甲学生的意见，完全无人反对，就开始用台语来教册。有同学佫会主动来帮听无台语的同学翻译。7000万年前，菲律宾海迄个板地开始接触到后仔板地。国中国中3年10班的学生，对这学期开始，拢是听台语上地球科学课，这是因老师吴志宏的实验。我一节课会切2段，头一段我差不多用9成的台语来讲，后半段吼我用华语来做一个重点的整理。做老师30人，吴老师讲，伊自细汉厝内就讲台语，毋过用台语上课，伊嘛是第一摆。地球科学是有足侪专用名词，伊查资料备课的时间爱比以前加10倍。毋过上大的难关其实是惊家长学生会反对。有甲吼导师甲吼任教的吼班级的家长甲学生，拢有。甲因安尼亲自说明，啊，佮有写问卷，啊，甲同意书，很难得是家长没有一个反对。洪吴老师更加感动的是，学生拢嘛真主动，台语听甲无的学生会坐起听有的同学边啊，同学拢会斗相共解说翻译。是会有一些地方听不懂，我其实不是完全听不懂，还是可以听懂一些些。然后听不懂的地方，我就拿课本出来看一下。本身出来就讲台语啊，所以上课讲台语，所以嘛，伊拢赞成。还蛮新奇的吧，因为这就是上国中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机会能学到台语。吴志宏老师因为爱耍乐器，嘛捌伫音乐课用台语教乐琴，互其他老师观课学习。今年伊申请台语浸水式教学计划，佮专工找一班无用台语上课，试验看卖2种教学方式。加在第一摆月课了后，学生的成绩无受到影响。我要说服社会啊家长吼，就是讲恁的囡仔。不但袂因为安尼吼地球科学学无好，而且恁阁会当加学一种语言，啊，这种语言以后对伊出社会，对伊做有帮助。吴志宏讲，伊毋是要爱学生去记课本台语的名词，安怎讲？是希望因惯势听台语，听久就会晓讲，嘛希望互其他的老师参考，未来会当有愈来愈侪老师用台语上课。记者陈家军、刘伟哲高雄报道。受到疫情影响，真侪航空公司裁员。来看马来西亚有一个技师哦，伊互裁员了后，就开始卖假的做小生意。也毋过伊嘛是每一工哦，拢穿全套的技师的制服。伊讲哦，目前是先度小月，希望真紧就会使个转去驶飞轮机。伫2道后前，穿白衫子甲乌领带伫无爱这大波人伫咧三面，经过人拢会加看几百啊。Dan saya diberhentikan kerja pada 30 April 10 2020. Dan pengalaman saya selama 20 tahun sebagai juruterbang. 赵华辉本来是伫咧马印航空做技师甲飞行教官，无想到讲拄到这波疫情，公司裁员2000多人，伊是其中之一。本来互大家正新鲜的收入怎么无啊？也毋过抑个一个花啊爱吃，因看就建议讲归去来卖食的。
Captain Corner baru saja beroperasi, iaitu dari tanggal 23 hari bulan 10 2020. Dan gerai ini adalah inspirasi daripada isteri saya, iaitu Latun Nuraliani binti Mio Aminuddin. Dan kami tergerak untuk buka gerai ini setelah mendapat berita yang kami akan diberhentikan. 讲就随做，伫吉隆坡高科因找一个胆卖垃圾，正怀念技术工作的赵华为，若是店名有机长能力，逐工拢穿规套的技术的制服来工作。出来人甲伊穿制服卫面的相片，放喺网络顶，意外引起讨论。 Then we saw on social media. So after we go back from office, then we decided to come here and try Captain Laksa and their curry, and it's so nice. Yeah, you guys should come and try. 赵华为过去做技师，一个月薪水差不多5万令吉，换算代表34万。这么换做白胆卖食，虽然比以前加较辛苦，不过因为新闻热度的关系，每工也当赚1500令吉，差不多1万台币。 比其他事业的同事来讲，算是袂歹。不过，伊希望面档的生理稳定，疫情也过去了，会能够登记做技师，继续伊的航空梦。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英国卫生单位甲新创业者合作，利用无人飞机来送检体样本哦。下摆个拍算讲要用无人飞机来运送准备要移植的器官。 无人机自伦敦东区的这间病厝顶起飞，准备要甲病毒检体样本送去实验室。英国因为疫情，被规定所有要动手术的病人，就要先摕到新冠病毒检测阴性的证明。伫这么体检的时间虽然大幅度缩短，不过敢若是用车将检体送到伦敦郊区的实验室。若果拄到塞车，可能要开3点钟。 为了袂互病人的手术被牵掉，本身也是医生的克里斯多夫就利用无人机运送的构想，伊得到卫生当局等单位的支持，甲一寡同事最近创立医疗无人机公司。And what it can do is it can fly around 60 miles one trip. It can carry about 60 patient swabs to 80 patient swabs at any time, and it's been designed to fly in all weather conditions. 克里斯多夫讲，无人机的操作真简单，伫咧飞时阵，只要一个人对电脑监控就会使。即马飞一抓时间是20分钟，伫时间的调配甲掌握，更加确实有效率。合作的实验室也真肯定。It'll get stuff here much faster, and that allows us to process quicker, which improves the turnaround times for the patients, and that improves the outcomes. 以后除了送检体样本，医疗无人机也当送肺浆或者是要移植的器官。 In the future, one of the things that we see is actually delivering blood packs to patients on the front line when they're bleeding out. So for emergency services and for helicopter emergency services, when they need more blood on scene, they can deliver it through our drones. 这间新创公司希望伫年底进前摕到航权，正式开始营运。可能无偌久，伫伦敦天顶就能看到这种医疗无人机伫咧飞。记者综合报道。 巴基斯坦文化首都拉合尔近来空气污染真严重，医生嘛建议民众尽量莫出门。其实是因为巴基斯坦这些人会去赶人、烧稻草哦，风一透就造成空气污染。巴基斯坦的文化首都拉合尔空气蒙蒙雾雾，真垃圾，已经人开始身体无爽快。 जब हम सुबह बाहर निकलते हैं तो स्मोक की वजह से हमारी आंखों में जलन होने लग जाती है, सांस का प्रॉब्लम होता है। तो हुकूमत को चाहिए कि इस स्मोक के हवाले से कोई प्रॉपर सोल्यूशन निकाले। 有一寡所在真严重，空气品质指数降到750，是建议水准的12倍。瑞士的空气清净科技公司 IQAir 报告，拉合尔12迄天的空气品质是全世界空污第2严重，这个若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官员警告讲，可能会引起呼吸道疾病或者是目睭的疾病，医生也建议上好莫出门。 Causes of air pollution in Punjab are roughly the transport sector accounts for about 45% of air pollution, followed by the energy and industrial sectors at about 20% each. And then the remaining air pollution is through things such as crop burning or fugitive dust or construction dust or road dust, the dust that's emitted when cars move around. 拉合尔不被叫做灰黄之城，今年3月政府实施封锁，有几多个月无空气污染。 不过5月解封了，工业甲商业活动阁恢复，空气污染阁开始。因为新冠病毒疫情，真侪民众出门本来就挂水啊，
这么空气污染这么严重，政府讲半虽然是1减2过。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天气，今仔受到风台外围水气佮东北风的影响，北海岸北部山区佮东北部会落较大阵的雨。到礼拜日水气就会减少，后礼拜天气会较稳定，气温会到30度以上。做回来关心今仔详细的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4度。中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5度；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7度；东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6度；外岛地区上低18度，上悬24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司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